李居明大師喺專欄上提到地震、火山爆發都係指地殼嘅變動，亦好多人問點樣要防範呢一啲天變。李大師話俾大家知，九運嘅特色就係未來20年，年年都係咁樣。第一，多預言，第二，多天變，但每一件事都係講習慣嘅。日本人對地震早已經習以為常，因此對今年嘅大預言冇表現得恐懼。今年係人類啱啱踏入九運嘅第一年。由八運到九運嘅轉變，我哋好唔習慣天變，好唔習慣預言啫。嗰個驚慌嘅驚字係而家最大嘅問題，所以李大師叫大家不驚不懼，不動如山。首先唔好睇咁多新聞，呢個係人嘅坎坷同埋業力。你越信呢啲嘢，你越驚；你越唔信，你就越幸福。如果你要安然度過九運，似乎你喺心態上係要有啲轉變。今年每一個大預言都嚇到你，令大家議論紛紛。但係特朗普會突然減關稅，點解冇人出嚟預言呢？因為好事冇市場。星雲法師講過，令人歡喜就係菩薩，令人歡喜、令人自在、令人解脫，呢個係菩薩道；令人煩惱、驚慌、痛苦，呢個係天魔。九運嘅戲碼好精彩，你就當自己喺度睇戲，你只係觀眾而已，喜怒哀樂點到即止。戲中發生大地震，你唔好當係真嘅，人哋只係演戲啫。人生就係咁，